像哪来的碰瓷，暗时的朋友。天光啊，起床，起床！碰瓷妈妈大声甲喊。人个想要困，为什么天光都爱起床？乖囡仔较早困，较早爬起，身体才会健康啊！伫树林内，今日阁是一个好天，去外口好啊耍啊！妈妈再见。结果，鸟头鸟为什么你是搁咧困？乖囡仔应该较早困，较早起床才对啊！咱家己出去耍啊！突然间，鸟头鸟的妈妈目睭爬金光。请恁较安静咧，好无？阮日时拢伫咧困，你若想要耍暗时才阁来啦。鸟头鸟日时拢咧困咧，甲暗时因才起床。暗顿食煞，阮会使出去耍吗？小只碰瓷因个安尼问。袂使咧啊！恁下暗个是爱困啊，安尼明仔载才有精神出去耍。阿爸甲阿母拢无答应，较紧困的哦，吼！暗暗，妈妈一落楼骹，小只碰瓷因就随凄凄楚楚细声开始开讲啊。你安怎我困袂去呢？咱出去找鸟头鸟耍无？好啊好啊，行行行！小只碰瓷偷偷啊走去树林内。溜出来啊！这天呢，暗时的心情特别好诶，摇啊摇啊，我嘛要耍。小只碰瓷甲小只鸟头鸟变成好朋友，大声咧笑。啊，毋过，咦，哪会困去啊？算我长欢喜，啊个哪会困去啊？鸟头鸟因感觉足无聊诶。这个时阵，碰瓷阿爸赶来啊！哎呀，走到遮来，看恁这三个搞怪！啊，哪会欠甲安尼啦？你摇了无毋对，走去甲小只鸟头鸟耍啊！第二天下早啊，小只碰瓷因拢困甲足晚诶。暗时袂使阁偷偷啊走出去耍啊哦。为虾米小只鸟头鸟会使暗时才起床？阮煞会拄久啊！恁本地暗时就应该爱困啊！咦，恁咧做啥物物件？帮鸟头鸟做一个皮箱啊，袂使甲伊耍，只好写配互因啊。等天暗啊，小只鸟头鸟一定足欢喜诶。因为因会回配互咱嘛。囡仔，我甲你问哦，咱人是爱困日时，还是困暗时诶？暗时。嘿啊，鸟头鸟拄甲人倒变对毋对？对。对啊，较早困啊，困暗时。鸟头鸟甲蝙蝠拢共款，困暗时诶。暗时。哦，蝙蝠叫做蜜蜂。蜜蜂。啊，咱兜遐是念日蜂。日蜂。对，较早困，较早爬起来，身体才会安那健康。对，好，今日的故事就念到这哦。有介意的人，请恁帮阮按一个，这样帮阮试一个啥？赞。嘿，试一个赞哦，再见。再见。